要和大连说再见了。几天的时间一晃而过，非常美丽的城市，下次还会再来。司机已经来了，这次要回家啦。一口弟弟在。来着来着，现在是早上6点半啊，没想到这个周水子机场已经这么多人了。作为一个苏州人，真的很羡慕啊！从酒店到这个机场只有15分钟，我们苏州人已经不讨论到机场要多少时间了，就希望在苏州能有个飞机场。都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？回来乐器就不用托运了。想想来的时候，无锡机场都不让我拿上飞机。刚刚这边安检的人一看就说：“这乐器啊，乐器怎么能托运呢？不得摔坏呀！带上飞机。”所以说，很多时候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为这样的人性化处理点赞。准备上飞机回去啦！朋友们，为了苏州第一桩事体，先去虎门皇高兜一圈，来鹿港毛店酱猪肉。3月份7日。虽然是阴天，皇高浪人还是蛮多。而且像你多一个酱猪肉，不是一年四季有的。是的，到了清明节有的。帮我拿个1斤，拿真一点点，脏个饭太多了。看，再吹1块8块。而且个蔬菜我再拿一样。好的，2块。看，谢谢。酱猪肉441斤，蔬菜我是2块1，毛海走起。道理跟海鲜一样，虽然好吃，但是我还是请记家乡的酱猪肉。得嘴巴，嫩得不得了。这个就是苏州的味道。